家己破主的艺术公园，伫日本时代是一个新社，嘛是嘉义县海区的大公园。2005年的时，为着要纪念艺术家吴梅岭，伫遮嘛有起一间梅岭美术馆。不过因为整体的环境也个设施有较旧啊，所以就较罕有人来。县府即马最近有开一条钱，要来做整修，要来改善公园甲美术馆。甲水倒伫涂骹，两面拢用涂骹的铺面吸收器。家己破主的艺术公园，利用这种材质要来改善过去落雨着的积水的问题，而且佫修整公园内底一寡树啊，减少生蠓虫。差真济啦，是较光啊，视线嘛较好啊，安尼阮美术馆嘛较有人会入来啊。树啊收济，蠓虫收济啊，系啊，即马树啊用安尼是看起来是你爱使啊。这个艺术公园伫日本时代是新社，内底一寡设施甲树啊拢有真久的历史。过去因为树啊伤济，公园看起来真阴暗，连带影响到内底的美术馆。嘉义县政府开7000万的预算，要来重新整理这个公园。最主要的是以前这边都很阴森，我说没有人要进来 ，OV 要归打堆耶。我们这边的原来的地下都是很多黏土层很硬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这方面，这件工程的设计最主要有透水方式做处理。建设处表示，艺术公园占地大约4公顷，希望透过全面整修改善环境，嘛增加甲美术馆的连接，加做民众新的活动空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